能量是守恒的，你信唔信啊？你聽日講落去啊！我打個比喻啊，如果你返工嘅時候咧失去咗一個好嘅機會，呢個時候你千祈唔好後悔啊！你要往好嘅方向去諗，你要諗啊，我之後一定會有更好嘅機會等住我。仲有啊，感情都係咁噶。如果你突然之間咧結束咗一段好耐嘅緣分，你要諗，一定係上天準備咗更好、更加適合我嘅人出現俾我遇到。所以咧，一定要保持好嘅心態。你要諗，失去嘅嘢本身就唔屬於你，但真正屬於你嘅嘢咧，總有一日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回饋於你。你失去嘅嘢咧，只要你保持開心，你唔抱怨，你唔難過，無論係人啊、係錢啊、係事物啊，都係咁樣嘅。呢個世界嘅能量咧係守恆噶，你失去嘅嘢同埋你得到嘅嘢，最終都會以某種形式回歸平衡。所以一定要相信，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